爸，走啊！啊，你打头样系啊？系啊，做幾橋啦？當做咩叫？效果弹哈，它把那里上本音是有效的，它把上本音它说是农业为主了哈，是动下去还冇改成效果弹的。应该以上啊，后生时代专门老人做，是爱等到那半夜时喺过后，差不多50来人岁啦，50至60、70加上开始，人行人啊，人家毛掉树去甲做，安尼啦，安尼做哈，是很个是后生也会做，是是冇得感染，有效果的，是按开始做。
这橘子也是1年才一次啊，不过很多人有了。这个找几啊？对啊，对啊，再采1个礼拜就没有了，1个多礼拜而已。要忙1年呐、忙1年采多少1、2个礼拜而已啦。做橘子比较辛苦了，他的收入有没有？收入1年才一次嘛。今年结的怎么样？今年橘子很好，不过它产量少，产量少。落果严重啊，今年的。今年落果，你说我这边落果它1/3有了。推风我灌的。不是，去年那个水虫多了，下雨啊，在开花的时候有没有？结果的时候啦，这指甲哈落水，哦。雨水太多了，干指示落太。所以今年那个有的掉了70%啊，有的，我的还好30%左右了。从家偷手知道望烟堂多。来睇下。我哋通常係誰爭嗬？这是谁家？這是誰爭？一開始種感受個年代是茶園啦，佢上到差唔多20-30年前啦，佢經濟很多唔好，我窮前面啦啲啊，咁就很茶園，到茶樹洞嚟講，是出來老人做的，老人做到你妹哈，差唔多30年過後，就是我嗌嗰班人講啊，佢要假動片看嗰班啊，個茶樹吼，比安順研究比看到安尼為時啊，那順個嘢，是那客戶在種感。啱人講啦，象棋嘅東西啊，都太清楚有啥會走啦。佢看佢太主動買不過來，佢是我轉那個啦，我做盤啊嘢啦，做個啦我做盤，起頭忙有，還忙有人係挺咁樣啦，還有小果壇，多小果壇啦，都立體的應該冇小的啊，冇小的其實。是老人做，嗰種先轉來還賣兩茶，老人呢在戲弄啊，嗰種先係還咁樣啊，還自家哋做，佢買上佢嘅頭是佢自家做係嘛嘅，買呀嗰種先係呀冇興去做啦，嗰種先嘅大家有還有效嘛，效個頭嚴上漲嘅離婚榜啊。空個彈腰棍立起嚟啊！叫我搭起來，嗌個冇錢啊！冇錢是不用給立起咪？哦，立起要天與4年過，天4年過，有嘅先到，讓佢係咪講？咪幾多10萬元半嗌打你，上天打你。장관이有等做起來。這行業轉來係什麼叫嘅83年啊？83年。83年7月20號。我問佢講，係佢行業轉來咧，係應該轉來。
冇人讲爱嘿，系啊，系啊，爱传落啊，系啊，因为家下转去啲系我开老人家，冇见老人家即家丢卡，系啊，该你个结天，做了结天，如果冇简单啦吼，唔会啊，唔系啊，想做就做嘛，那就冇解，冇买压力，那就想做。做了的东西了，愿意做好，冇乜解做要欢喜问啦。做。民国84年办缺业，20年呢，现在104了嘛，没103嘛，快20年了。所以你慢慢办出以前写，让人家办看。切啊，大雄啊，上下班啊，上下班，上班起人哦，依家點去中辣头人，中啦？哎，每天早上6点半就出門去上班。我落海就啷樣辦缺業？我幾做到影長辦出去。哎，冇靠中愛爸行啊，冇讓他爸做判走我們的啦。有一個人在家就好，跟把他做伴就好。那時候我媽媽已經去世了嘛。所以会有烟的应该是在里面，刚开窑门，现在的都是在内部的，不用漏，没有100%。买了好多次的那个什么，莫用带吧，要是带不带了，像那乌鸦用。看家都不用来就好啦。这样才听得就可以。不一样的颜色，这样就可以了啦。当初咩讲有想的手都想来用身体，就无心插柳呢，有走1 cm 用啊，呀，因为安东人对这个行业有兴趣啊，一直走的又为好兴奋啊，高成就感啊。到处走的是讲哦，走看看啊。从女生因消防团也没跟你讲哦，消防团可以做出这种成就出来啊。哎呀，就安东人想要了解这个行业，而且觉得走动有成就感的。你可以去讲的，应该是你可以去讲的。你可以是啊，提交出你们看看93年5月14号打第一窑出是10月份嘛，那开始侯昌明的，尤其有人重视哦。忙下哦，忙出那个是省来的。那要大好的是忙入手的是透过嘛管道，叫按地，我必须要出，意思来要讲的呢，係啊。这种事呢很解哦，其头是你读我的旁搭好的是来啊，是采访讲你在这。唔係，安尼先出呢，出睇幾特行嘅，加少婦嘅呢。呀，因記得咧啦，佢先出睇咧啦，佢人天有特行嘅婦啊，應該你做唔掹少呢行嘅計有個樣嘅婦啦。很強的嘛，你是來嚟。你這個唔記得咧？你這個唔記得咯。
从俺小时间开始用买哦，比如人一片，一般的几多钱呢？人太低了。蛮易涨啊，几个涨啊？七个站啊哦七，个站毛都七个站啊，像俺哥哈，其实人每晚站其实专门抢人，抢人做好了，这个的效，是可该效果是有贡献嘛。但是不是抢人是这个传起来的，爱做这种形式，这个做这个效。放香吗？哎，这个是香款放香。俺呢幾桶啊？啊，俺呢幾桶？ 500斤啊！ 500件啊？萬多百件啊？田还真大好，15平5平。讲俺的意向的咪系吼，俺有停做啦吼。到了你未来，俺的项目界其实自家去做的。到俺多岁，从俺今日咪讲啊，以上俺是为奈何为做，今年做唔样嘞，是后生的做，俺的用啥看啊？是讲俺的奈何的范围是那个可能啦。从来效果俺的奈何啦哈，从比如你手一到啦，俺的奈唔好去这个做啊。
从那个马把休息的没有小伙的了，有没韩系、东韩系小伙的，是我刚中年的，很多是刚刚小的人的，也有专门小的。cái nghe năng còn ngày cũng mua chiếc mua theo lúa à mua thu thì à cái sự cho muốn làm như sau của thằng ngay số chỉ còn nhìn một ngày chỉ còn hai đi theo lúa nó ngay sợ anh gì nó còn đi số nữa thì chỉ theo lúa số nhưng ngay sự yêu thằng những còn là mua khoản của nó cái tổng khu ấy nhìn ngay cái miền này là còn cũng giống như 小到个大到个呢，冇木呢，个青菜哈，从没流水，从妈妈个树墩呢买起来，是这到谈家发大啊，是安生发的，是让你小穷啊，是个口盖盖贡献那些。 到你们爱去个做，多个也好，生意呢，他们就开了。是于出门莫个做，俺是不看，不看感染效果的。该几年呢也阿妈呢辛苦了。你感应的。嘿，该是讲要完呢，都开始不讲是啊，天呐啊，有障碍物个。 到目前中都有做些，从该种需要白头、白树，去个白去个做，比如栽树、叶树是老人办公，比如你个俺有很秋秋还有家要，你系有人二老俺啲办公俺做，比如呢俺啲做好大嘞，有时很啲，很俺很便宜我在几位人俺很成做成。 thành nhiệm nên sẽ chỉ cả sao, nếu mà cái chỉ cả sao, như giờ mà chỉ cả sao, như sao hắn nó, như sĩ thâu là những vận công ha, hắn nó là những vận công, anh不是有效果。他们是什么？sao đó台桥有我效果了，多啲啲咪有效台桥的啦，从那啲按效的啦，俺不弄几多，俺啲是有效果啊，所以呢，嗰種是後生下啲想，到下啲咪要啉水咧嚇，個茶啉水嚟弄兩三隻個嚇，是出個點冷都叫到，嗰是水的，你想親哎呢，到都到嚇親上水，嗰種是呢個小茶喺度水冇，弄下落去，橫下落去水咧，水睇差唔多時間，到呢啲為何？ 你就我想。今年哈，地图个树还有草嘞，草人家还有梅头，然后就通用啦，就没石头行呀，俺哋没有，俺你梅就行呀没有，所以俺哋还都开始先嘞。哦，所以你还长开始先。哎，差不多一礼拜个样。哦，今年一礼拜啊，今年佢差不多提8日开始俺样有先。你系先咯，其實先咯，你掃睇。多幾早啊？ 多幾早？多幾摸水已經是摸先嘞。哦，你講你係梅頭摸長流嘅，你係梅頭你係用皮嘅嚇，你皮啲啊係講純時間啊？太體多啲下啲啊，多啲啊？一人摸重樣啊？你係摸長流啊？你皮個線咪摸？係啊，你要顯動。你到石頭，有石頭個白來，按到日來，
线，老俩线了，冇用了。哦，30年前哈，蛮有雅士，都是喊专门小火炭时间哦，是专门的盖路人专门看的小火炭是卖的小火啊。然后像我按东一下，该用些喊东路炭了啊。该嘛演迄种，敢冇大家冇该还冇少诶，冇小有咩？有雅士嘞。哦，有牙齿诶，佢比如盖路盖到佢有铜的雅士的，也有佢不是小火啦的，也种东西，所以佢讲有时状态冇小啊。个下有咩呢？公价就好噶，你小火炭听到啊？听那个做工到啊？你从俺讲，俺师傅过啊听，是讲30年前个啊，讲是，你先锋是个两派啊，工钱啊，个他妈哪有小火炭啊？他妈嘛出去做小工做老发大的，俺是戇事啦，老人做啦哦，做你每次去干马来笑了哦，马来笑有这个富贵咁人。俺一算到比老人做呀，你老人做哈，以工人是工人啦。头摆你讲诶，工是冇出头赚钱的，对吧？该工嘅人啦哈，人大班嘅也该工是冇出头啊。哦，老人做冇出头啦。真的。这个是一般的不喷农药、不喷那个除草剂的话的一个优点就在这边了，地很松，就是草比较多的话地啊哈比较松。你说我不会骗你啊，这肯定。系啊，一踩那个，但丢坏一地啊，踩就知道了。对都很松啊，都松的。因为我这边的树叶有没有哈？像那个鹿的树叶，还有那个地理哥的那个锯的树屑啊、木屑啊，也是再来这边啊，在这边把它铺啊，下面就有铺好，堆铺好了，割好了。啊，这种做法你学落去讲。不，这本来我爸以前就这样。哦，你跳狗是安走。我爸有这个基因的头脑了。哦摆怪铲头啊，今年是冇怪冇铲头，海堤哈用拍拉头，你讲用卸草呀是，早期个公司讲的哈，你讲个草卸的时，头的影响的哈，对俺哋个果树真那个样。你讲个有机肥啊，变到土长起来，是眼睛是俺哋个肥。我哋哈有拍太比冇多专业，旁边有机会啊，算到有涨了。
看慢体来，你还嘛呀？谁家的呀？来来回来呀！来，小来紧收的呀，紧收的呀。快看到，来慢体来呀。要抬掉看。谁家慢体来？不懂不？有讲啊，日得下来啊。冇讲阴天。刚才讲冇看到啊。你下年呀，这女这小国家了嘞。孝没有什么孝，顺从父母嘛。这样就好啦。以前我上班假日才回来陪老爸嘛，老爸很高兴啊，他不会叫我工作。哎呀，他知道上班族有没有？礼拜一、礼拜五有没有？以前周休日嘛，然后做5天或6天有没有？很热啊，很累啊，回来就好啦，回来休息还叫你做。然后我爸在拍拖，现在咪全都起了，就像你这样。我哋拍嘢全都起了啊，咪来讲两句，说两句笑话啊，说说家常话啊，他就很高兴了。别人的父亲不一样，只有我爸会这样。木烤啦，用烤啊，出来啊，你啊。熬脱来哈。一节洗一节都熬啊。肯定不这样做，那冇办法冇做。熬脱啦，很结，你上下边脱。係啦，係塞啊。哦，係嘛？塞啊，係啊。家電啊，佢電收到啊？唔是啦，曉得。哦，係好咁下電啊？啊？電啊？後擺有人講冇愛講要你看安多嘢，要麼小人家今年小人慢，所以今年樹下大條，佢品質的關係。後擺吼樹細條，小門啊兩講啊，所以俺有研究啦。後擺咪有大條，按大條嘅，也有個樹頭大嚟隻嘅。小，比如像禮拜7、8日哈。cái thái theo ấy lan chẳng chẳng, xây theo hắn hồ hồ, sẽ anh em nhìn biểu giác thái theo biểu giác là vậy là thế, 所以讲啊啲哈，今年学问太掉了，冇小个品质好对哇哈，冇小满足。哟。哎，是研修中嘅。啊，100種啊，100種，係，一種幾多啊？10年啦，10年啦，係。快啊！你睇個梗要拍落同人一冇啊！呢係倉係肥皂拍，當你老母拍。哦，當你是菜地都倉嘅這樣拍。哦。他八卦布跟我不一樣。我年輕人做嘛，一做啊，骨頭做得好看啊。啲嘢啊，倉誒拍睇，跟他等都沒拍。哦，你成功了，上可以省工了，也省工了。說那沒有不會影響啊，他講也對了。你剛才一喊那個用啊，還有幾組效果團了。以前他是這邊做一做，那邊做一做，沒有看哪邊工啊。這邊有時間做半個小時、1個小時做完，他就休息了，幾組效果團嚟嘅。佢下次係養嘅吧，係唔準啊？冇啊，
他没有啦，他哪会叫？他不会叫。我上班他不会叫。而且常用的很难其他走。是啊，叫自家做啊，我可以做咁多，我就自家停做啊，因为我弟没有空。你完全不会喊。什么？当赶，除非很赶，他才会叫我这样做。他繼續輕音樂來接下咯，跟住。我啊，他没有叫，没有叫。哎呦，我是回来最主要回来陪老爸啦，陪老人家啦。你说承欢膝下就这样啊，小孩子啊。对啊，陪他就很高兴，陪他聊聊天，那就很好。来一星期，今天俺想多了，俺不是讲起啊，主要俺是民族，自家做。自家做。後生人自己做嘛，睇佢自己去打算。反正我是我做一樣嘅範圍哈，我是盡量做。你從我上嘅去上班啦哈，都咪咯賺金嘛嘅，我是話係唔我賺錢金嘛，意思話從來。所以講，你係養人哈，你那個不模範父親啊，已經沒含幾家來財富，你冇安樣嘛應該啦，我意思我未安講啊，我是講我也唔會罵誰人啊，做嘛嘅我也唔會講，嘿你老聽做冇做唔得咯。我是我做俾佢，我啲係人成功咩？人成功嗰啲咩啲？最古老的盖房子就用这个泥巴。哎呦，安卓，那唔錯，佢度呀，佢扶個腰門啊！咩裝嚟款啊？從啲款標樣啊！佢唔係，比如要到小飛哈，佢唔會流血啊！一係講誒款啊，唔會俾流血㗎。差不多好了。好嘞。係啊。你係講你大油嘅個廠啊，我拿出來好的。哎呦，这是我爸爸年轻的时候烧木炭，最年轻的时候烧木炭的时候的。哇，大概他40多岁吧，40岁的时候。也是烧木炭的时候。这个是大概30多岁。这是我老家，这最早的那个。最早忙起的以前呐，是我姐姐嘛，我在车上，是我弟弟啦。是你姐姐啊？对呀。是我爸爸那时候年轻，那时候一起找我拍的，然后我国中的时候拍的嘛，10多岁，他才应该30多岁吧。人家姐姐茶盐，现在就是之前我70元的茶盐啊，这是我啊，这我弟弟啊，这我妈妈，这我2兄弟嘛，这我2兄弟嘛，这就是在这边的啦。也是我头摆结婚的。哦，你头摆结婚的。你頭話我做兵啦，你頭話我做兵時間啦。哦。也是做兵轉嚟。哦，做兵轉。也係我本家啦，也其實佢該攏去做什麼蠻講嘅。哦，係啊。哦。你咪已經做兵嚟啦？係啊。哦，你已經做兵啦？
了这个石头摆关龙桥关了补充兵。哦，这就旧炭窑了。也是头摆，也是绵绵当炭窑了，也是立配的炭窑了，头摆的大王了。更加的是做窑柜呀哈，窑好个跟木屋啊，也是哈，木屋装下烂掉，也是在那炭个窑好个，也做火哈，能做几好，也是做几好，哎，也是石头。我现在看比行，天天都是加口味啊。哦，加口味，你讲口味，行，你唔是做些哦？哎，你啥看加点种？做练到好啊。出木炭啊，那个出木炭的啊，出木炭。是到摆了有点装火炭，其实嘛。你所以讲要练好，头上头摆没讲啊，石头是粗身拍片。个炖了，像个架炖了生出皮片，练啊好，饮起冲冲，从两冲。到爱你哈，一旦穿了来，到你们哈，那是有一个小象摆。该我买新了，是吧？就咩？买新。弹腰新啊，弹腰新。摆这单是讲啊，弹腰八公啊，你懂我弹腰八公，头摆某些大帮哈，你们那个都重用了些。太体系人的意思啦，头摆哦是按人看到我啷讲啊。困難啲啊，裝咩嘛？中意嘛？睇，我裝全弄智能咯，先至做裝火炭，冇嘅。差不多2个月。差不多2个月，这不一定吗？差不多了。差不多啊。哎。那你们怎么看什么时候可以开，把窑开起？这样子啊，烧好了给它冷啊，冷的弄的是可以出啊。哦。这样子啊，1天会冷。啊，3个礼拜，3个礼拜会冷。那冬天的话，冷天哈，差不多2个礼拜可以出的。所以你会一直维持。是啊，做那个窑做好是要维持。就是我的儿子他会做嘛，我是看的。阿星。哎，阿星啊，阿星做的。哦，阿星。我没有办法的。你感覺到你從你幾十年來哈，我頭腦變啦好。挺多年了，從那個照相來了，從你這來採訪來了，你冇按有蠻講來講去，是還曉得講啊。好多啦，交了很多新朋友啦。
所以其实做了这新的谈了，对因就了解不来讲，咪人想未动态。动态哦，因为朋友哦都很多啦，朋友啊就不认识啊，这客户来很多嘛。呀，很多客人来访问啊，来翕相啊，問東問西啊，我爸學講啊，冇解我爸唔有講啊，錄影係熱講啊，訪問熱講啊，我爸唔有講啊。我先講誒，你講香港股是冇做，我做，你講去做退休嘛，你講誒很開心的退休。而且基本做都很開心，安尼是好的啊。我手黑黑，太黑了。看到吧？辛苦了，你们辛苦了。不要，拍谁，下工作了啊！大家，谢谢你们。谢谢，握个手。刚才那么黑啊！我喜欢。哦，谢谢你啊。慢一点啊！慢一点，拜拜。我讲嗰度哦，是我想因老的，许多安尼轻通下只工业，像我哋安东呢度，干东呢啲奥利都啦，哦，啲木珠啦，个错，你得做啊。我做表示心理好，对啊，唔係講係啲冇電動嘅。我做表演心理还不错，我忙音中气十足，身体好，用无烟甲无电动，就较讲嘢啦。我过去做下聊聊，冇电动反而比较退化比较快。两个电动新陈代谢有活动量还心理也好啊。就走啊，动活啊，他会做，你要是年轻人家高兴呐，老人家会做事啊哈，是年轻人的福气。不然的话，有很多老人家，你看70多就躺在床上了，要干嘛？然后这样可以这样做，早上一大早5点多起来啊，山上走一走，对不对？草拔一拔，很高興哦。做乜嘅東西咪窮人嘛，都多數差唔多啊。你佢都多你係講啊，唔好做唔得你做怪到做啊，那都多是差唔多啊，是安樣東西啊。老好已經講嘅啊，韓國那蛇流拄到啊，你當咗啊？你嘅意思一樣，你拄到係冇處理做的啊？做安樣東西哈。有年就是咁買時台，啊，有年啊。個做啲乜嘢？用喺我個性唔係啊，拄到就做，啊有年買時台就擺爛啊，用喺我嘅個性啊，就擔修養啊。係啊，擔修養。冇講嘢嘅名，一般嘅農務員講誒，看起來3萬，2000嘅名，我加上現在8天，現在你寫啊多歲咧，是寫個上嚟來講，是係嘢容易。講實現啊，心理健康啊，我希望政府在個人外地做下強調安嘅地方。因為呢哈，今日要做我個良心啊，我主要含啲作家屋內哈，從呢探博館，探博館啊，貪污博物館，文化館也做得啦。
我希望啥人呢？既然都出来看青阳，看得到吗？我希望。